嘉义大埔地动到今已经是2个月过去啊。台南南西甲东山这2间国中校舍呢，这受损是真严重。立委在今仔日会动着教育部去到现场会勘，教育部表示讲，咧东山甲南西国小的经费已经确定啊。不过这南西国中重建的经费就超过2亿，中央会含这市政府搁再参详。教室外壁倒有一个 X 型的壁船，内底铁机阿门头嘛拢看现1月2日，嘉义大埔大地震，地区南西国中校舍损断甲真严重，为了学生的受教权益，目前全校105个学生拢先刷去附近南西国小上课。之前也是在这边上课的，所以呢，过了一段时间就会适应。教学到了，其实有分4栋，那4栋的话，其实都有柱子都有龟裂的情况。那经过结构技师的评估，其实都已经不适合学习了。地震到今2个月，教育部正前有申拨2000万予台南市教育局做校舍紧急修补使用。记得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、参教育部处长等人专工去南西甲东山了解校园灾损甲重建进度，有并但是发声望中央补助加速行政流程。中央对于教室的重建、受损学校的这个部分处理是没有问题。我们希望行政程序能够再快一点，只剩下那个活动中心用所谓的修缮的部分来完成哦，所以这个部分它需要的经费的确是比较庞大一点，也需要中央大力的一个支持。现阶段会当确定的是，东山国中北平洞要拆除，另外要增建3间教室。南西国中受损范围较大，大部分要重建，初步规划经费超过2亿。中央表示，后续会参市府讨论，即阵已经予教育局规划款500万啊。南西国小跟东山国中这个经费大概跟市政府协调，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哦。那就这个南西国中，因为它现在学校数比较少哦，那将来教育资源的投资金额会比较大哦，所以我们也是请台南市政府去评估哦，就是说地方的发展。根据统计，全台南市因为地震有受损的学校拢总212间，市府目前有先处理甲轻微灾损的校舍，较严重的南西国中，按算重建期上少爱3档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